嚟澳門就係需要張澳門通卡，搭車搭輕軌都需要佢。OK7 仔買嘢都方便，平時咧30蚊咧一張卡嘅製造費，依家咧教你一招，唔需要任何錢，可以得到一張免費屬於你嘅澳門通卡。嗱，機就係呢一步啦，隔離咧就係螞蟻銀行嘅提款機，呢度咧點擊免費領取咧就可以領取啦。當然咧，第一步咧你要開通螞蟻銀行先嘅喎。當你電話綁定咗螞蟻銀行咧，你嘅支付寶帳號去到澳門嘅版本就會有張卡券噶啦。澳門螞蟻銀行支持自由行嘅遊行都可以線上開通喎。打開 QR code 咧，掃一掃呢一度咧就可以免費領取噶啦。呢度咧會免咗你製造費用噶啦。下邊就跌出你屬於自己嘅澳門通卡。澳門通咧有2個帳號喎，呢度除咗澳門幣帳號咧，仲會有個人民幣帳號喎。呢度咧都支持內地可以搭巴士啦，同埋搭地鐵，充值都好方便，可以喺支付寶入邊完成嘅喎。如果呢個資訊對你嚟講有用咧，請你點讚、收藏、加分享，同埋最主要 add 埋身邊嚟緊要嚟澳門嘅朋友啊！